过来呀、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愛。小生柳公會，潮州府人士。若問我嘅理想係乜嘢呢？功名係要考嘅，但若能在phong榜之日把朱筆換成紅綢，抱得美人歸嘅話，便是美咗。唉，五一黃金週，各個豪門子弟都出去旅遊啦，可憐我呢個柳無門，仍在書院攻讀。正是十年寒窗冇人聞，躺平摸魚就最開心啦！我哋歇陣先啦。妾身杜麗娘係南安府一個俾嚴格管束嘅歌手。一個大師嚟教我，將《詩經》入邊嘅桃花切成3重4德，笑要矜持，下要端莊，連呼吸都要合乎規矩。40年嘅青春就咁樣荒廢了。五一黃金週，原本爹娘可以同我一齊傾偈談談心，點知佢哋向萬歲要求請辭加班。唉，加官進祿何時係個頭啊？青春香港，我屋企有個花園，不如代我悄悄地前往。my point now.
大都冇嘢嘅，好似實查我。青年演員余文傑，我係廣州粵劇院青年演員廖海文。好啦，多謝大家嚟睇我哋嘅演出。其實啱先我哋演嘅呢一出戲咧，係出自於湯顯祖嘅《牡丹亭》中嘅一節《遊園驚夢》。佢講出嘅係柳夢梅同杜麗娘咧，就喺夢中相會、相識、相愛，並且結咗婚喎。後尾咧，一醒翻嚟之後，原來係一場夢，所以杜麗娘就一醒就不起啦。後尾判官知道佢哋嘅情離呢個故事之後咧，賜佢哋還魂，所以喺陽間安排咗佢哋再續夢中之緣，所以有情人終成眷屬。